陳任國係嚟自廣東台山嘅移民，佢先由中醫起步，其後赴美國三藩市開藥店，加入中國同盟會，資助孫中山革命，白手興家，建立陸海通商業帝國。然而佢嘅一生極度低調，直到2024年第三代掌舵人陳伯奇逝世，好多香港人先至第一次聽講呢一個家族嘅故事。滿清覆亡之後，陳任國嚟到香港。1924年，佢創辦咗陸海通有限公司。陸海通三個字，寓意陸地、海洋暢通無阻。陳任國選擇喺1910年代移居香港創業，主要係出於經濟與政治兩方面嘅考量。呢一決定同當時香港嘅地理優勢、華僑經濟網絡以及中國政局變動密切相關。辛亥革命後，陳任國雖係孫中山嘅同盟會支持者，但中國內政動盪，軍閥割據頻仍。香港喺英國統治下政治穩定、法制完善，係保護資產同繼續經商嘅理想地點。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，香港已經成為華南最大嘅轉口港同金融中心。